来，我要唱今天。其实我今天很高兴来成品，然后因为我对台中这个地方很陌生，毕竟我是在那个花莲的阿美族这样，然后我很喜欢今天的感觉，因为我觉得我相信今天可以跟大家认识，甚至我都非常感谢每一个人的聆听，因为你们的聆听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鼓励跟支持，即便这个语言对你们来说很陌生，但是我都非常谢谢大家。接下来最后一首歌，我要教大家唱一个阿美族的歌，可以吗？可以啊。前面见。答唱很简单，就跟他一起唱哦。嘿呀哦，因海呀，嘿，太小声。先清一下，刚有点噎到哦。好，先教大家答唱哦。嘿，我会先领唱，之后呢，你们要答唱。噎到，不好意思，我们阿美族也是会噎到啊。是怎么样？哎，好，因为你知道我们很少吹冷气啊。来，当我会领唱一个叫做嘿呀哦因海呀的时候啊，你们答唱学一下，很简单哦。不要怀疑自己哦，给自己一个机会啊！嘿呀哦吼湾海呀，来哦，张开口哈，唱一下。因为当你们答唱，就是给我领唱一个很重要的力量。嘿呀哦吼湾海呀，预备来。嘿呀哦吼湾海呀！哎呀，如此之聪慧，大家。好，就这样子咯，就是这样子而已。你看是不是很简单？从头到尾就是嘿呀哦吼啊嗨呀，可以吗？好，每个人都要给自己一个机会。今天就是这首歌是来跟大家成为感染一下阿美族的热情、力量，还有生命力。那也希望今天，即便我们在都市，我们都可以感受山跟海的那种味道跟气息。好，送你歌。先唱哦，你们待会哦。嘿呀哦，因海呀，嘿呀哦，湾海呀，嘿呀哦，因海呀，嘿呀哦，湾海呀，嘿哟因耶呀，嘿呀哦，湾海呀，嘿呀哦，因海呀。再大声一点点哦，再练习哈。嘿呀哦，因海呀，嘿呀哦，湾海呀，嘿呀哦，因海呀，嘿呀哦，湾海呀，嘿哟因耶呀，嘿呀哦，湾海呀，嘿呀哦，因海呀。渐渐的呢，如果你们可以站起来的话，你站起来会不方便吗？好，你们，我本来想要带大家跳一下阿美族的舞蹈一下，如果可以站的站起来好了，来，哎呀，如果可以跟我手牵手的话，那就更好了哈，来，教大家好来。双牵，来，双牵，来，对，脚
叉交叉，哎呀，哎那个来，就这样一个以此类推哈，来哦，不要牵错哈。哎哇，很厉害这个，哎呦，来喽，来手给我这个。 搭上了，望海呀，黑呀都望海耶，搭上，黑呀都望海耶，哦嘿呀哦嘿呀，哎，你们搭上的，有大声。 买我的洗涤，谢谢大家，我是阿洛。耶，掌声，谢谢，祝大家晚安，谢谢。好，大家跳完舞了，对。 这是非常妙的经验，在书店里面大家应该很难得可以跳原住民的舞蹈哈。那我们今天呢非常谢谢阿洛，对他等一下会帮大家签名哈。那有兴趣的读者呢，在我的右手边有阿洛的新专辑，那也有我们这一次的现场的刊物里面也有阿洛的介绍。那有兴趣的读者呢，欢迎呢等一下都会帮大家签名哦。我们现场稍微整理一下，大家如果说想要买阿洛的专辑的话呢，先到我们的柜台结账，然后再回来我们书局这边。那如果说你已经有购买和等一下要给阿洛签名的朋友呢，可以到我们的我的左手边这边来，就是准备签名了，